常生活中呢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要算什么东西，算什么东西。算这一个字，算好不好？比方说，算钱，算钱，算有几颗糖果，算有几粒糖哎，算账，算丝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教的是算钱，所以要听清楚这句话喽。爱会算钱，爱会算钱，爱会算钱。我会算钱。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这句话怎么运用。走，爱会算钱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有纸票、钞票，还有元国的硬币。哎，难怪我刚刚在那边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，吵死了。刚刚去跟大家收钱，结果纸票、钞票、元国的硬币一堆。我头好晕哦！我帮你算。你在算钱债行吗？等下可不要搞错了，到时候我去银行换钱换错了，你要赔给我啊！我当然会算啊，爱会算钱，我会算钱，交给我，搞定，好不好？来，100的。嗯，哦，这怎么会有美金啊？你收钱，还是有人算错。把这个美金当成新台币来用啊！这另外放好。不会这样，我刚刚算了那么久都没看出来啊！真的是谢谢你帮忙。脱险，这是另外算，你不要再捣乱我。这样总共3596，3596条，3596。记清楚了。好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复习时间，钞票、纸票。换钱，换钱，我会算钱，爱会算钱，爱会算钱，美金，新台币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分享大家鄉下來講客家話。